our local food. Okay, around our area. 台南市20个小师生甲美国犹他州姊妹校师生进行一场美食文化活动，以手画美食地图海报，使用专英语介绍食物知识、食材以及制作方法。现场特别准备各种台南美食小食，还有美术班师生共同打造创意食物模型。看起来是真的，但是是假的，栩栩如生。包括这个波霸奶茶是咱丽人牌的波霸奶茶，看起来可以使摇来摇去，伊是假的袂使啉哦。像这个就是用亲子土做的，然后这个珍珠每个都要做的非常圆，还要知道它的那个光泽。那台湾美食，犹他州的师生也准备了美国感恩节的代表食物，也介绍感恩节的家庭活动。透过镜头，和学生充分享受一场语言加美食的文化交流飨宴，进一步拍开学生的国际视野。Thanksgiving, it's in the name, right? 感恩节 Thanksgiving. Saying what you're grateful for, being thankful is a big part of this, right? Not just the food. Although we have some great foods like turkey. 他们交流完之后，想要再跟他们更深入的去交流一些像是他们的建筑啊，或者是其他的等等，希望可以了解到他们更多的一些特色的东西。阮之前有含日本，嘛含俄罗斯，暂时有含美国，嘛有含韩国，咱暂时另外嘛可能含埃及、英国的部分拢会含因的囡仔。做互动做学习啦，希望是咱的囡仔会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。透过所谓的国际交流，丰富了双方的学习经验，相当具有意义。20个小的师生也探出机会，邀请美国犹他州学生明年来台湾，感受府城400档的魅力。Visit us, come to Taiwan and visit us, okay? OK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